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。几日后，耶稣搁去加百农，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，就真侪人聚集wat来，煞拢无空位，连门口都无。耶稣对因伫讲道诶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诶人来伊遐。因为人真多，袂当扛去到耶稣诶面前，因就伫伊顶面诶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诶人倒伫面床累落去。耶稣看见因诶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诶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诶罪赦免啦。”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底议论。这人若话安尼讲，伊亵渎上帝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内心随时知影因安尼伫议论，就对因讲：“是安怎？恁心内伫质问即个代志？”对半身不遂诶人讲：“你诶罪赦免啦。”也是讲起来，举你诶床铺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，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诶权柄。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诶人讲：“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诶床铺，转去恁兜。”伊就起来，随时举伊诶床铺，伫众人诶面前行出去。众人拢大着惊，规用光互上帝讲：“阮真够胆，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”耶稣搁去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人来伊遐，伊就甲因教示。耶稣经过时，看到阿利非诶囝利未坐伫税关，就对伊讲：“来缀我。”利未就起来缀耶稣。后来，耶稣伫利未因兜食饭，有真侪冒失甲罪人嘛甲耶稣以及伊诶门徒做伙食饭，因为有真侪人缀耶稣。一寡法利赛派诶经学教师看到耶稣甲罪人以及冒失做伙食饭，就对伊诶门徒讲：“是安怎？伊甲冒失以及罪人做伙食？”耶稣听着，就甲因讲：“健康诶无需要医生，破病诶才有需要。我来，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”约翰诶门徒甲法利赛派诶人伫禁食，有人来问耶稣：“约翰诶门徒甲法利赛派诶门徒禁食，是安怎你诶门徒无禁食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新郎要甲婚宴诶人客做伙诶时，人客减会禁食，因要甲新郎做伙诶时袂禁食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时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救水诶布去补旧衫，若你做，迄块新布会救你旧衫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被地，若你做，新酒会甲被地逼破，酒流出来，被地嘛歹去。新酒应该入伫新被地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对卖园经过，伊诶门徒哪行哪蹛卖水。法利赛派诶人对耶稣讲：“你看，因是安怎伫安息日做袂用得做诶代志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
恁敢毋捌读着大笔甲第一个人腹肚枵需要食物诶时所做诶代志？阿比亚他做大祭司诶时，大笔入去上帝诶殿食献祭诶饼，嘛互第一个人食。即款饼祭司以外诶人袂用得食。耶稣甲因讲，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，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。所以，人子嘛是安息日诶主。